抓到啊，是靠要容易。缘分来啊，大家好啊，爸啊，啊幸福。我感觉我赢你啊！我要去一个人动手术。一个人去动手术是啥物心情啊？我甚至会想讲，我敢会安尼倒落去，就袂阁清醒啊。头一暝一定上歹过，啊，毋过其实咱一个人的适应能力足强的呢。啊，你毋是惊手术了后就无阁清醒啊？敢有啥物仔想交代？毋免，到时阵我做鬼嘛去找你。拄则打电话予你迄个人吼，敢若对你真关心呢。讲，我你甲伊讲煞了吼，是毋是较无遐紧张啊？每礼拜日暗时8点，公司台语台，若是一个人。